剥掉。这是他们的小。不要怕，回家了。来来来，是你。啊！呀！不要怕。我们都不看了。我看到了。好了。哎。我听到了。喂，就看你，我帮你拍。只要跑那个，我在那一百万圈而已。可以了。你先跑，你要跑啊！他们抢！高潮啊！他从再跑到这边。60。这是谁的啊？不用倒。他不喜欢男生。来，我抢。还有生。喂，嘉玲。嘉玲。跑到这边。脚会痛啊。跑到这边来。啊，中央比军了。跟到后面。跑这边。60。再跑到这边。哎，我拖着他训呢。那边啊，从跑到这边。最好是60元。来了。开200的这不能按嘞。卡住了。啊。再去这个。太近的话。哎。还没有4圈。5圈。不要比，全场。全球，1圈打，1圈打，5圈有7个力量。不要再放掉。4圈那边跑了。你看你那个公检的那个7圈的那个。人老怕你人老。先让我帮那个弟弟过来的呀，帮那个弟弟过来。看我下来。再去见我的老大。喂，想欺负他。再叫我老大好。走。不要拍，不要拍你的意思啊！哇，我还没见你呢。先从这边。这边我没见到这里。这里很重的。这边。兄弟这边。让不要帮我救我的啊。晨曦，去问你爸爸。我来拍。我来拍。阿田。大芋头，大甜针。你出来，快点。到底。谁？哦呀！你参加。哦。啊，美女，过来看。删除。过来看。哦，好美。就那个。妈妈来拍，我拍这个。拍这稳的。日本。哎，你刚才玩什么？我拍这稳的。可以看一下你的呀！我也在舔，然后跑100到边。日本回家了，你快自己跑。再见。来，到底是日本。
啊，看我的手机哈。给我看，给我看。没了4姑娘。喂 ，Hello， 加。Hello， John。Hello， 你。Which one? What's it? What? 什么了？他叫我吗？那个别给。1、2、3，统统过去。Get it。一个玩，一个游戏吗？没有了，看一下人没有了。开玩笑的。你不要管我，我想找一点冰。毕业生过去吗？什么？全部的毕业生。我毕业生过来。Yeah。我写名字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不要自拍啦！你父母很喜欢拍。嗯？你父母很喜欢你的拍。我也喜欢问的。这里头。按哪一个？这个。按这里。看在这里面。那按这个。是。原来你那么喜爱相机啊！哇，说三次。你挡路了啦！哎呀，借我。动了。借我。怎么了？真的不行。不要了。帅哥一个人。我在你旁边一个。真的电话。快点哦！滚开了你！急呗。要给你了。出来了，给你了。等一下，给我拍到了。哎。在故意啊！用铁锤打会不会睡觉？这就是在整灯最后一个。喜欢拍吗？哇，拍了好多。哎呀！你是在拍我呗？你们有9厘。
哇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有水，有水，有水！快点！哎，我要完了，小妹妹都完了。你要换吗？啊？怎么走？这个镜头可以。有水了！哇，有水，有水！哇！好舒服，好舒服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再好好玩，在水里面摇水摇泳啊，摇玩，好舒服。因为今天天气好热，好好玩。还有一次拿去装水。好好玩。
跟那个才这样，才这样哎。晨曦。他们专门慢。思思不好，那个小叶哥哥，去拉小叶哥哥。我看你，啊不，来吧。啊！帮我去池塘拿来。池塘游泳。我去那个生态泳池。没事，可以翻出来的，没事，不行，翻出来的是这样。好，同样鱼网有花浮杠。他去哪里装？很正。我刚才看谁行单挑，要拍我。要拍下，要拍下，要拍下，要拍下。要拍下。我要拿披萨。
我揪一下这下可以吗？先喷我的嘴巴。谢谢。谢谢。 Thank you。好，谢谢。5块钱。喂，我讲。我也想去拉小黑哥哥。喂，那我是上分数。哎，这个什么？没了。啊。 啊，谢谢。我一样。哇！不错。去走路啊，你在干嘛？他有安子说。哦，我帮你拍。啊，没关系。换上你。等下回去哦。啊，太近，啊，放在里面。Yes. Excellent. Oh, yeah. Look, I'll show you. Look. 可以看。啊，这个蛋。哦，就是你。他。 看他，那这不是你的，看，这张不是你的，哎呦！去那边冲水。啊，舒服，真的。这里太小，那边有水管。来了，消防车来了！消防车来了！消防岗来了，来了岗。等下跟我们讲说用消防栓。哇，你拍了好多。没关系。就下到这里。好，你可以看看。回来了。